節目內容只反映主持人或個別參與節目人士之意見，敬請留意。歡迎收睇 ATV 焦點。今日嘅話題係香港不能再被騎劫。特首梁振英率領3位司局長落區，為佢嘅施政報告徵詢意見。城市電訊公司百幾名員工據稱自發出席，喺全場27條問題中提問12次，但問嘅基本上就係同一個問題：政府幾時批出佢哋嘅免費電視牌照呢？呢啲人同社民連嘅梁國雄一齊喺會場上大呼小叫，擾亂秩序，引起其他與會者大為不滿，指斥佢哋騎劫諮詢會，向政府同特首表達訴求，需要程序嘅合理同埋行為嘅合理。特首為準備施政報告而聆聽民意，卻演變成儼然成電嘅職工大會，以同一個問題反覆質問，浪費咗10幾個提問機會，壓縮咗其他市民嘅發言空間，咁算合理咩？城電員工喺發言中毫無根據咁指控特區政府同亞視及無線官商勾結，咁算合理咩？肆意擾亂會場秩序，只有我講唔准你講，咁算合理咩？城電員工仲喺會場上叫出踢走 TVB、踢走 ATV 嘅口號，雖然明知呢句口號絕無實現嘅可能，但卻透露出佢哋內心嘅狂妄，咁就係期望有朝一日由城電嚟壟斷香港嘅電視輿論。但係今日嘅香港輿論係可以由一家電視台壟斷嘅咩？係咪發放牌照必須講求程序公義，考慮社會嘅經濟情況，講求合理嘅嚴格規管？城電員工如此嘅脅迫手段，特區政府豈能就此屈服？城電以咁樣嘅方式向特區政府同特首逼宮，說明佢哋為咗得到牌照已經不擇手段，肆無忌憚啦。為咗向政府同特首施加壓力，以達到獲得牌照嘅目的，而不惜搗亂特首向市民徵求意見嘅會場，為咗一己之私而罔顧全港市民嘅利益，咁樣嘅傳媒將來如果真係能夠成為免費電視開播，佢嘅行為同埋言論會係點嘅樣？而家就可以想像得到啦。